屏东县育成文理短期补习班因为牵涉到性侵案件，5月放废止这补习班入学期考。不过最近佫伫咧招生，屏东县政府去查了后，甲这负责人罚25万，也早起强制甲这看板拆掉，就是要避免有家长唔知影佫走去报名。吊车来到这间伫屏东市自由路的文理补习班，准备好势了后，工人开始拆看板。 到无1点钟，广告看板招生篷布全部落来。这间补习班的负责人因为牵涉到性侵案件，伫今年5月，互县政府废止补习班的入学许可，不过竟然还佫咧招生。本府依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第24条规定，严格执行没收广告看板。 一直到7月初，还佫学生囡仔伫上课，县政府直接贴广告看板，避免误导唔知影的家长，麻烦负责人25万。这样不太对，这样也要给社会公平一个交代啊。如果说学校老师可能就是还可以说才把他踢出校园或什么，可是补习班真的很难去选。 就是只有靠家长去筛。电话红拆看板的补习班大门锁定，无法度得到回应。不过教育团体发现，有一寡出问题的补习班总共互人废照，换名了后继续开，呼吁家长平常时爱建立，互囡仔知影身体自主权的概念。遇到代志知影自保也是救援，爱看囡仔是不是有释放求救的信号。跟你说我不想去补习了，碰到某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去躲闪他的一个反应，然后情绪突然变得很暴躁，其实会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。人本嘛，积极推动广泛儿童工作者的认证制度，呼吁伫做甲儿童相关的工作者，拢要透过第三方认证单位检视了后，才会当接触囡仔，希望儿少的保障会当得到全面的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